今日我抽到咁多禮物咁開心，等我派啲福利送啲禮物俾大家。今次咧就準備咗呢啲獎品放咗喺福利屋。今集除咗有限時優惠之外，仲有禮物送俾大家。記得睇到最後啊！雪櫃都有得抽，拖地機都有得抽，真係誇張。哇，中咗啊！耶！哇，又中咗啦，又中咗啦！Hello 各位，我係 Yandy 啊。平時放假咧，我最中意咧就係去旺角兆萬抽一番賞，唔知你哋會唔會有呢個習慣呢？咁但係咧，有時一來一回嘅車程咧都個幾鐘頭啊，加上呢幾排咧成日都落雨啦，同埋天氣太熱啦，真係唔想走出去玩啊！所以咧最近咧就係轉玩咗手機 Apps 嘅一番賞，就係呢一個銀河潮賞啦。原來喺線上面玩一番賞咧，都有好多潮玩產品嘅喎，仲有好多 crossover 款式添。我而家即刻開俾大家睇下，有潮玩嘅手辦啦、Jellycat 啦，仲有我成日幫襯嘅 PopMart 都有啊，而且仲有 iPhone 17添喎。跟住仲有家庭電器啊，就連雪櫃都有得抽，拖地機都有得抽，真係誇張啊！咁我哋先望一望一番賞有啲咩抽先，例如有海盜王啦、孖寶兄弟啦、龍珠啊、海綿寶寶啊、初音啊，哇！真係好多款式揀喎，熊本熊都有啊，我中意啊，做蠟筆小新添喎。仲有史迪仔添，哇！龍珠都有好多款揀啊！咁一番賞隔離咧有個 hash 獎啦，跟住之後我哋望下有啲咩抽先。哇！有 LV 喎，iPhone 17、Switch 都有喎，咁更加唔少得我中意嘅 PopMart 啦。iPad 呢啲都會有喎，咁我抽呢就會揀我自己最中意嘅 PopMart 嚟抽啦。咁我先試下抽一發先，咁一發呢就係6蚊嘅。第一次邊度有咁容易中啊？繼續試下先，都係抽返一發試下。好，繼續努力。好，今次試下抽5發先，睇下會唔會容易啲中。哦，都係唔得㗎，再嚟5發。好慘啊！好，今次試下抽個10發先。有冇黑到咁啊？越抽越燥底添。我抽翻個5發試下先。哇，中咗啊！耶！成540蚊㗎。喂，又中咗啦！又中咗啦！中啦 SP 啊！叻卜卜嘅 Samuel 家族啊，咁都俾我中到啊！最新嘅又有 SP 啊，其實都好容易中喎。咁其實抽每一個詞呢，佢裏邊呢都有寫住 SP 嘅賞啦，獲得嘅機率有幾多個 percent。咁譬如呢一個呢，就係1%，雖然佢係1%，但係呢，其實佢仲有保底嘅。再抽多193次呢，其實呢就會必定獲得 SP 賞。另外呢，佢仲會寫埋之前中獎嘅記錄，例如呢個比加超精靈啦，4發已經抽到 SP 獎；智能家居56發呢就已經抽到 SP 嘅獎。佢仲中咗小米氣炸鍋添。再望埋咖啡時光，呢個抽咗2發已經中咗 SP 獎啦。佢仲中咗飛利浦嘅咖啡機添喎。
啱啱咧就中咗幾個 SP 啦，咁而家做一個少少嘅總結先。玩咗1093蚊，贏咗啲咩翻嚟呢？ Pokemon 卡贏咗成300幾張，盲盒都中咗5個，竟然抽到 Labubu 最新 Samuel 嘅家族盲盒啊！我最想要啊，竟然俾我抽到啊！價值係255蚊噶，另外仲有耳機包，抽中嘅禮物呢，價值呢係1652蚊啊！今日都幾 lucky 喎。正所謂好運起嚟，神仙都擋你唔住啊！但黑起上嚟呢，真係懷疑人生啊！而家佢哋有個限時優惠絕處逢生活動，為期呢係1個禮拜。如果連續2次要靠保底先至中到 SP 嘅觀眾，而家有限時大翻身特別補上福利，喺同一個抽獎池裏邊，連續2次觸發咗保底先至抽到 SP 嘅觀眾呢，會直接送翻該池嘅單抽價錢嘅100至150倍嘅價值 SP 俾你，可以直接自選 SP， 直接退翻同等嘅代幣。至於點樣呢？準備好你嘅 UID 同埋 Cap 圖，聯絡客服就可以噶啦。抽到嘅嘢呢，未必係中意嘅，其實呢，可以賣翻俾佢換翻潮想幣。咁之後呢，又可以重新再抽過，又或者直接呢去商城換禮物都得噶喎。城呢就有呢啲禮物換啦。最新嘅 iPhone 17、飛利浦蘇跑、Pokemon 嘅公仔啦、Samuel 公仔啦、Pokemon 嘅盲盒啦、Switch 嘅手掣啦、Apple Watch 都有喎，iPad 又有，哇！真係好多款選擇啊！小米吸塵機都有啊！我呢個 Monster 啦，我抽中咗3盒咧，都係一樣喎。咁其實咧，我可以賣咁啲出去喎。咁就揀翻數量啦。咁我有3個，冇理由要晒3個噶嘛。一個咧其實咧就係值125蚊嘅潮樂幣啦。咁我唔要2個啦。咁即係可以換翻250蚊嘅潮樂幣咯。除咗一番相，同埋我頭先玩嗰個 hash 相，另外呢，其實仲有一個碰碰相都係非常之好玩噶。首先揀咗許願卡，然之後將相同嘅撳走，跟住佢就會再派卡俾你，將相同嘅碰下碰下，咁就贏咗個 SP 翻嚟啦。非常之簡單啊，快啲試下嚟玩啦！今日我抽到咁多禮物咁開心，等我派啲福利送啲禮物俾大家啦。觀眾可以輸入我嘅急口令去福利屋揀禮物啊！除咗 Yandy 嘅福利屋之外，官方咧都仲有福利屋㗎。今次咧就準備咗呢啲獎品放咗喺福利屋。開放時間由今日開始，為期半個月。口令咧就係呢一個。趁而家咁多福利，快啲 download 落嚟試下啦。咁而家講下點樣 download 呢個 app 先。非常之簡單方便就可以 download 到呢個 apps 㗎啦。我會將呢條 link 放咗喺我嘅影片下邊嘅資訊欄，你哋直接 click 入去呢，就會直接去到 download 嘅畫面。譬如 iPhone 呢，就會 App Store， 跟住撳下載，開啟。入到去之後嘅右下角呢，會有個公仔頭啦，主頁撳入去，基本上用電話 number 呢，就可以註冊完成㗎啦。分享咧就去到呢度啦，希望你哋會中意呢條片啦。想睇更多吃喝玩樂嘅資訊咧，記得訂閱 Yandy 啦，記得撳埋個鐘仔，有咩新片上第一時間就會通知你。睇完條片記得俾個 like 我，同埋俾個留言我啊！多謝晒各位收睇啦，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